佛山嘅小月月事件咧，引起大家嘅一再反思，而就喺我哋思前想後、自我檢討嘅過程當中，就喺尋日晏晝，有一件不幸嘅事又發生啦！喺增城新塘嘅牛仔城附近嘅一個檔口，又有一個3歲，嚴格嚟講係差幾日先夠3歲嘅女童，被車剪到，即係剪壓過啦。而呢個女仔個名又咁啱得咁巧，又叫做小月月。唔知呢次啲路人有冇袖手旁觀？事發喺新塘牛仔城附近新塘大道東光華路段。琴日晏晝5點鐘左右，月月嘅父母都喺度看檔，月月自己跑到檔口外約3米處嘅地方玩，點知1分鐘過後，意外發生啦。看電視嘛，就後來我就聽到他在大人在拼命的吼，我才知道，我就出來看一下，就把那小孩子撞到了，我壓住了，不會動了，在那下面，這樣子歪着，那個都扁了。有目擊者話，當時開車嘅係一位40歲左右嘅中年男子。事發時車速並唔快，司機可能係過嚟檔口推銷顏料嘅，於是就將部車開咗入非機動車道。而佢顧住揾檔口，一時冇為意，就釀下如此慘劇。他也開得很慢，他可能往我這裡看了一下，他就沒看前面了，就這樣開過去了。走神了嗎？看了一下我這裡面，他就沒看前面了。他自己撞到他的還，他撞到他自己的好像還不知道吧？當時他就下車了。而同佛山小月月事件唔同嘅係，事發後附近啲老友、路過嘅行人、識得嘅、唔識得嘅10幾個人，通通都跑過嚟幫手施救。後來很多人圍在這裡，才一起把那車子抬出來，再把小孩子抱出來。可惜月月喺送院搶救後，最終都係停止咗呼吸。而呢個乖巧嘅細路女，再過幾日就要過3歲生日啦。他兩公婆在那裡哭得很傷心，我們自己在旁邊都很傷心啦。這個情況看到小孩，他小女孩是很精靈、很活潑的。目前肇事司機已經被警方控制，此案亦都喺調查當中。點講咧？因為已經講咗萬幾次，淨係呢段時間日日講口揼僵咁，講到口唇都起枕噶啦。做家長嘅唔好再揾啲冇時間啊，要揾食啊，大家都係咁噶啦。我都冇辦法啦，呢啲咁嘅堆砌一堆藉口出嚟，呢啲藉口結果就係疏忽照顧啲細路咯，釀成咗最終嘅惡果咯。好啦，而嗰啲司機，喂，你守下規矩使死嘅咩？話明嗰度非機動車道咧，係都要懟部車上去，仲要頭擔天，對眼又唔係望地嘅噃，四圍揾。佢唔出事啊奇啦！好啦，咁講翻市場管理人員喺佢嗰度唔係指定嘅上下課時間，唔係指定區域，你放部汽車入嚟把鬼咩？係咪有啲管理不善嘅責任呢？唔該各自係咪揾翻自己嘅責任，然後自己承擔翻？同時希望大家再自省多次咯，尤其啲家長。